頭早食個麵包，方便美味又飽肚。下午茶甚至宵夜當小食食下都幾唔錯咁喎。講起麵包，相信好多人第一時間都會話麵包好肥㗎。白麵包係精緻碳水，食得多又肥又冇益，直頭係減肥嘅大敵啦。你係唔係都係咁諗㗎？定係你會諗平嘢冇好嘢，貴嘅先有營養咯？你覺得平時買開嗰啲都係歐式包、全麥包、多穀物包嚟嘅，所以一定好健康啦。但市面上標榜健康嘅麵包，又係唔係真係健康啲嘅呢？真相好可能同你想象中完全唔同個喎。今日我哋一齊去拆解一啲普遍對麵包嘅迷思，等你之後揀麵包唔使再單靠感覺，而係會睇下成分，睇下有乜營養價值，嚟揀真正對你身體有益嘅選擇啦。事不宜遲，開始之前都請大家先幫我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嗰啲好中意食包嘅朋友仔睇喎。好，完成咗，我哋就即刻入正題㗎啦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營養快訊，我係 YY，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。過去15年，從協助學術研究、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，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，就係幫人揾返身心靈健康。一句講晒，最緊要快樂，活在當下，享受人生。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。喺呢個系列，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，唔講咁多廢話啦，即刻去片。你有冇試過入到超級市場或者麵包店，一見到包裝上面寫住全麥、高纖、健康之選幾個大字就覺得安心好多，甚至有時淨係望一眼個價錢，就無比肯定咁講一定比普通白麵包健康得多添。但其實好多關於麵包嘅認知都未必完全正確個喎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一齊去拆解幾個最常見嘅麵包迷思啦。首先，第一個迷思，白麵包係精製碳水，所以特別冇益。喂，白麵包真係咁一無是處咩？當真要避之則吉。佢之所以成日俾人鬧係垃圾食物呢，主要係因為佢響加工過程入面去除咗麩皮同埋胚芽，只剩翻中間嘅胚乳部分，繼而導致膳食纖維、維他命同礦物質流失咗。所以你咪成日聽到有人話食白麵包冇乜營養咯。而且白麵包的確實經過精製，纖維同大部分營養流失之餘，消化吸收得快，升糖指數就比較高，而飽腹感又比較弱。如果長期以精製穀物作為主要主食，而缺乏全穀物嘅攝取嘅話，健康風險的確會增加嘅。但咁都唔代表白麵包就係垃圾食物咯，佢依然可以好快速咁提供碳水化合物俾你作為能量來源㗎。而且其實市面上有唔少產品仲會額外強化鐵質、葉酸呢啲營養素落去添。所以話呢，真正影響健康嘅，其實係你食幾多，同埋點樣配搭。例如白麵包配雞蛋、吞拿魚、牛油果或者蔬菜嚟食，血糖反應通常會比單獨食麵包更平穩個喎，仲可以延長飽腹感添。所以問題絕對唔係可唔可以食白麵包，而係你係唔係長期淨係食白麵包，而忽略咗啲蛋白質、優質脂肪同纖維咋。再講到升糖指數，其實白麵包同普通全麥包嘅差距絕對冇你想象中咁大咯。跟住我哋再嚟睇睇迷思二先，包裝寫住健康，全麥就一定好？如果你入到超級市場，見到包裝寫住全麥、高纖、低脂，就直接放心買嘅話呢，咁你就好大機會會中伏兼且跌落埋健康光環效應嘅呢個陷阱度㗎啦。點解會咁？因為好多所謂健康嘅全麥包、多穀物包，第一位成分其實仍然係精製小麥粉。因為全麥粉比例高，麵包口感會好苦澀、好硬。有啲產品甚至為咗掩蓋全麥嘅苦澀味，令個口感好啲，廠商仲會加入更多嘅糖、油脂同埋其他添加成分，好似乳化劑咁，結果熱量反而更高添。所以買麵包唔好淨係睇包裝正面啲大字啊，最值得睇嘅其實係背面嘅成分表同營養標籤咯。一個最簡單嘅判斷方法就係，首先睇下成分表第一位係唔係寫住全麥粉或者其他全穀嘅原材料啦，跟住再睇下纖維含量有幾高呢？建議最好每100克至少要有5至6克膳食纖維咯。最後仲要留意埋添加糖同鈉嘅含量係唔係控制喺合理範圍之內㗎。換句話講，真正值得追求嘅通常唔係健康2個字，而係全穀比例、膳食纖維同添加糖嘅水平咯。而確實係有研究指出，較高嘅全穀物攝取量係有機會降低一啲心血管嘅疾病同第2型糖尿病嘅風險嘅。
所以重點唔係包裝寫咩，而係實際成分係啲咩咯。好，迷思三，平價麵包一定差啲，貴價嘅唔使睇都知好。嗱，價錢就真係唔等於營養價值啦，亦都冇必然嘅直接關係個喎。貴價麵包有時係因為手工製作、進口原材料、品牌日價或者門市成本嘅代價嚟價咋，而平價麵包亦都未必一定差個喎。有啲平價包成分簡單，只有麵粉、水、酵母同鹽，反而可能比某啲標榜高級但加咗大量風味糖漿、油同添加劑嘅產品更理想價。不過平價麵包亦確實存在一啲隱憂嘅，為咗降低成本、延長保質期同埋保持幾日都鬆軟嘅口感，平價麵包往往會加入比較多嘅防腐劑、乳化劑咁。而最恐怖嘅係，裏面仲可能含有氫化植物油，亦即係反式脂肪啊。世界衛生組織一早已經警告，反式脂肪同高鈉飲食係會大大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㗎，呢一點必須要加倍留意喎。所以無論平價定貴價，最重要都係果句，睇成分表啦，唔好淨係睇價錢啊。成分表越簡單，越短就越好啦。最後睇埋迷思四啦，減肥一定要戒麵包，真係唔食得。其實令人增磅嘅從來唔係單一食物咯，而係總熱量攝取過多啦。就算係健康全麥包，如果一餐食6-7塊，再加大量花生醬或者牛油，一樣有機會攝取過多熱量個喎。相反，正如之前咁講，如果控制到份量，選擇較高纖維嘅麵包，配搭足夠蛋白質同蔬果，麵包完全可以係均衡飲食嘅一部分㗎。減肥成功嘅關鍵，從來都唔係完全戒晒唔食某啲食物，而係着重響整體飲食習慣咯。喂，大家先唔好急住走啊，嚟玩埋個3秒直覺2選1嘅小遊戲啦。試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而家好肚餓，面前只剩低2款麵包，而你只能夠揀一個，A 就係香噴噴、鋪滿芝士、軟綿綿嘅白麵包，B 係高貴得嚟又標榜健康，但睇落硬身又實在嘅全麥歐式包。你會揀邊個呢？快啲響留言區留言話我知啦，等我睇下你係享樂派定係健康派嚟嘅先。不過事先聲明，麵包到底健唔健康都唔可以淨係睇外表個喎。正如之前咁講，單靠包裝亦都未必睇得出咯。好多聽落好似好健康嘅七穀物包、多穀物包、麥包同高纖包，佢嘅主要成分可能仍然都係白麵粉，有啲甚至只係灑咗少量穀物喺表面做裝飾架咋。真正要睇嘅唔係廣告，而係營養成分表咯。跟住嚟睇下我嘅推薦選擇啦。首選係真正全穀類嘅麵包啦，即係全麥粉排響成分表嘅第一位嗰啲。全穀比例最好超過50%，同埋每片至少有3克纖維，而糖嘅含量最好少過3克啦。次選我會揀種子及混合穀物嘅麵包咯，好似燕麥、亞麻籽、芝麻、南瓜籽咁。因為通常佢哋纖維同蛋白質含量都比較高㗎。最後呢，我就會揀天然酸種麵包啦，因為佢係用天然酵母慢慢發酵出嚟嘅。有研究發現，原來長時間發酵真係好有用㗎，可以幫助降低升糖反應，令某啲礦物質更容易俾身體吸收，仲可以令腸胃消化得好啲添。所以近年都受到好多健康人士嘅追捧㗎。但有啲麵包真係要特別小心㗎喎。尤其係見到有高果糖玉米糖漿、氫化植物油同反式脂肪呢啲成分，仲要排喺頭幾位添，咁呢款包直頭係邪惡之選啦。而成分表又長，又有好多你睇唔明嘅伊瑪添加劑，真係要小心再小心㗎。講真，你哋平時係唔係都好中意食麵包嘅呢？快啲留言話埋俾我知，你平時最經常食邊一款包㗎？1白方包、2麥包、3全穀物麵包、4酸種麵包、5牛角包，定係6其他港式麵包，好似菠蘿包咁。最後都總結多一句啦，只要高纖、少糖、少鹽、少油，成分又短，而你食嘅份量又合理，麵包絕對可以係健康飲食嘅一部分嚟㗎。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，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，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。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幫我點讚、分享埋俾朋友，並且訂閱我嘅頻道，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